你哋個個都話喺珠海買樓唔好買十字門，然後呢，你哋個個都靜雞雞買咗十字門，唔係話呢度唔好咩？點解啊？十字門個個新樓盤今年都賣得咁好，就連賣得最貴嘅中海環宇天下，截止10月底都已經網簽咗313套，呢個都算啦。更誇張嘅係華發灣晒1號啊，仲離譜，網簽咗651套，入市啊先至2年嘅時間，1200幾套房就俾你哋買晒啦。灣晒1號平均嘅總價講緊400-500萬一套，你哋啊真係太有錢啦！仲有呢個俾大家一直嫌棄嘅華發勤務新城，竟然啊賣出超1000套，而且仲係今年成個珠海唯一一個網簽咧超過1000套嘅新樓盤。大家可以睇下截止11月嚟自官方嘅網簽數據，十字門咧3大樓盤都係入選咗珠海銷量前10嘅排名榜單，分別係第1、第2、第7位。喺當下咁低微嘅市場，十字門可以做到脫穎而出，我覺得啊一定係有佢嘅優勢，起碼咧真金白銀投出嚟嘅結果咧大概率唔會錯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十字門依家仲有啲咩樓盤以及賣景嘅價錢係幾多，我呢度咧有一份成個十字門嘅所有在售樓盤最新匯總，仲有呢個十字門全景航拍 VR， 如果有想要嘅咧可以喺評論區留低十字門3個字，我發俾你。